大家好，又係我深圳娛樂通。如果大家想喺深圳體驗最正宗的泰式養生 SPA， 這家位於福田江夏卓越中心的小太谷泰式拔根館，由資深泰國技師團隊親自服務，提供多項專業養生與放鬆療程，包括精油喚醒 SPA、熱石按摩、薑泥灸加拔根調理、足部加熱按摩棒，環境潔淨雅致，空間舒適安靜，適合上班族放鬆疲勞、釋放壓力。上午好哥，你邊請？呢邊啦，我帶你過嚟呢邊。你坐喺呢度先啦嚇，我等陣咧，我哋前台幫你介紹下。好，坐呢度，我幫你準備茶水。好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是第一次來嗎？是啊，我第一次來的。哦，好的。我給你準備一下茶水來，稍等一下哈。好，謝謝你。好。Hello，來給你準備的茶水，還有這個水果。好。你是第一次來？是啊。你是怎麼了解到我們家？我看這個YouTube 來的。哦，有好多我們之前的老客戶都是香港那邊的。對，我們這邊主要就是做泰式的一個古法，理療，包括有男士的一個保養系列都會有的。您這邊有什麼就是需要向我諮詢或了解的嗎？沒有。沒有哈，那我這邊帶你看一下房間吧，先。好。可以嗎？來這邊。不便宜。這邊請。這個房間現在有客人，對，然後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房間。咁呢度呢，有幾間嘅單人房嘅，咁呢度其中一間啦。咁你見到呢啲燈光呢好柔和，咁環境係好氛圍嘅。咁呢度呢，另一間嘅單人房啦，咁一樣呢，你見到啲燈光呢好柔和嘅，一樣係啲床單都係一次性嘅嚇，咁就大家可以放心。剛好老闆娘到了。Hello。你好，老闆。這麼早過來啊？這個是從香港過來的。哦，是嗎？了解到我們家，然後人家自己過來的。將來這個粉絲看到這視頻過來的時候，你會俾優惠他們嗎？如果你們過來的話呢，報我的名字的話都可以的哈。提老闆娘的話，老闆娘都可以給你們打折的哈。好，打老闆娘的旗號都給你優惠。對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就正式親身體驗下呢個正宗嘅泰國嘅精油推拿服務。
咁按完呢，成身都舒服晒。咁呢一度就係休息區啦，大家可以喺度食下小食啊，茶點啦。咁點樣嚟呢一間隱世嘅小店呢？我哋喺呢個江夏站嘅 B 出口，出咗出口之後向前直行，大概呢行50米。咁你見到前面條斑馬線呢，你就過條斑馬線，過咗斑馬線之後轉左，咁你就見到間麥當勞鋪頭啦。咁呢 B2棟呢，就喺呢個麥當勞鋪頭嘅隔離嘅啫。咁而家呢度就係 B2棟啦。咁搭 lift 上去呢一個28樓201室。